勞動部修正少年就業力準備計劃，要擴大服務對象，加家庭暴力、經濟弱勢有一寡困難的青少年列於計劃內面，也要增加職業訓練體驗和交通補助。勞動部按算在今年參與人次會對去年的2500人增加到3000人次。那民間團體是認為講，這寡弱勢青少年呢，唔但需要就業準備，更加需要社會關注和機會。為着要整合青少年釐清未來職業的方向，勞動部修正少年就業力準備計劃，整合職業探索、職場體驗、甲職業訓練，嘛擴大甲放練服務的對象，增加要咧就學唔過佇弱勢處境的青少年，將有弱勢處境的少年都涵蓋在內，包含了遭受到家暴、性剝削或者是性侵害的少年、司法少年，以及經濟處境、經濟弱勢、中低跟低收的少年朋友，這個就都納入這次的計劃可以適用的範圍。勞動部講，計劃還會新增加職訓體驗，讓青少年正式職訓進前，了解家己適合什麼款的頭路。若偏向青少年參加相關的活動，每工上懸有240塊的交通補貼。另外，佇第一線陪伴弱勢青少年的民間團體講，少年就業力準備計劃對弱勢青少年來講幫助真大。為什麼我們要做這個少年就業力的準備，讓大家可以知道說，其實有很多的逆境少年，所謂的中輟、未就學、未就業的孩子。他們真的很需要社會大眾真的去關注他們，然後給他們一個機會跟平台。青少年就業本身的效益呢，不僅僅是在於就業協助透過就業本身好的對待跟成功經驗，改變青少年個人的認知行為強化能力，強化自信，提升個人好的自我認同效益非常明顯另外，勞動部講，去年參與少年就業力準備計劃，去職業訓練的大約有2500人次。今年計劃擴大，希望有3000人次來參與，嘛希望透過計劃協助愈濟青少年會當找到未來的方向。記者郭正陽、王志剛台北報道。